后来镜头转登来台湾，来看高雄市政府社会局大心的服务。这个高雄仁爱之家13位行动无方便的长辈，拢80外岁了。社会局特别安排一台专车，甲因载去邮局去领3倍券。其中有一个已经100外岁杨阿嬷，特别来穿旗袍，装甲水当当，讲家己的3倍券都爱家己领、家己开。伫车顶悬慢慢落来。 行路爱有人扶咧，这长辈平均年岁拢80岁咯。还有这个阿嬷，年岁已经超过100岁啊，穿旗袍，外出来个打扮甲水当当。因今仔出来就是要去邮局，家己的进行3倍券，家己领。504张，啊250张以后3。甲证件摕出来，虽然讲耳孔较重，但是工作人员大心服务，阿嬷啊钱要怎用？我嘛唔知要买啥。 那无咱就买物件，到去请人家嘛。电风扇也可以啦，买衣服也可以。高雄市的仁爱之家有带200位的长辈，拢超过80岁。平常时想要领3倍券无啥方便，社会局就规划这台专车，让阿公阿嬷坐去领。其实啊，我们的仁爱之家，我们可以去把它团体收回来做，但是我们仁爱之家这些长辈他们很喜欢领3倍券的感觉，所以他们要亲自来领，所以我们就给他特别的服务这样。进行3倍券，大家都会当领，虽然讲年岁有较大，行动嘛无方便，后来加在社会局来斗3工，互因当做伙来领进行3倍券。